Hello， 大家好。天氣咁熱，想留喺屋企舒舒服服享受生活，又或者心思思想為屋企升級一下啲大型家電。今日為大家詳細介紹3款日立嘅王牌人氣產品，涵蓋冷氣、雪櫃同埋洗衣機，無論喺客廳定喺廚房，都可以幫你大大提升生活質素。首先出場嘅就係日立2026年全新小涼拌變頻窗口式冷氣機 CCK 系列。好多人都會問，今次推出嘅日立小涼拌 CCK 系列同之前嘅版本到底有啲咩突破呢？最大嘅分別就係2026年嘅新款將空氣淨化同埋智能家居體驗推到極致。以前買冷氣最緊要夠涼同埋耐用，但今年全新版除咗沿用經典左右出風設計，更破天荒加入4-in-1極致過濾，絕對係多功能到咩都有齊晒。當中最犀利嘅係配備咗 Force Wash 自潔洗技術，一撳掣就會自動結霜封住污垢，等霜雪溶解嘅時候一齊沖走，即係部冷氣機會自己沖涼，夠晒方便。再配合埋極淨 UV Clean 紫外線殺菌同埋活氧離子，大大減少咗空氣中嘅霉菌同致敏源。再加上 PM2.5 Wasabi 納米鈦空氣過濾膜，有效去除 PM2.5 微粒達 99%， 更可以過濾空氣中嘅細菌、塵蟎等。有鼻敏感嘅朋友注意啦，有咗佢全方位淨化空氣，以後喺屋企都可以安心大啖呼吸最新鮮嘅空氣啦。加上2026年全新 CCK 系列全面支援 AirCargo 手機 App， 未返到屋企就可以搖佢開定冷氣，完美對接現代嘅智能生活。而家入手仲係最佳時機，全新日立小涼拌變頻窗口式冷氣機 CCK 系列限時激減高達72折，性價比簡直爆燈啊！用最低嘅價錢就可以享受到最頂級嘅消暑、淨化加智能體驗。優惠期有限，快啲把握機會帶佢返屋企過一個最識嘆嘅夏天啦！享受完冷氣，我哋行入廚房，要打造完美嘅廚房，點少得一部用量夠大又靚仔嘅雪櫃啊！重點推介日立呢部525公升對門式雪櫃，第一眼望落去，佢嗰隻鋼灰色嘅金屬外觀真係極具現代感，一擺入廚房，成個空間嘅格調即刻升級。佢擁有525公升嘅超大容量，對門設計一開，分層清清楚楚。最正嘅係佢配備咗3層儲物抽屜，時尚之餘又夠慳位，幫你大大提升儲物容量。無論係買咗幾多日嘅餸、大體積嘅急凍食品，定係一大堆夏日飲品，都可以輕鬆收納。食物保鮮方面，佢有強大嘅全方位冷卻功能，無霜冷卻系統令冷氣由後面流入，均勻送去每個層架。而空氣循環系統仲可以避免冷風直接吹乾啲易變質嘅食材，配合埋溫和嘅氣流，蔬菜水果放多幾日都依然 keep 住充滿水分，保持最佳嘅新鮮度。而且而家買仲包埋拆箱埋位服務，輕輕鬆鬆就可以升級廚房。另外，由即日起至7月2號，如果買對門式雪櫃加埋前置滾筒洗衣機，仲會有必搶嘅限量激筍組合優惠價，原價18,980蚊，而家1萬蚊有找，9,999就可以帶晒返屋企。最後同大家介紹日立8公斤變頻蒸汽護理前置式滾筒洗衣機。香港天氣時不時都好潮濕，啲衫洗完好容易有陣噏味，甚至滋生細菌。呢部洗衣機最犀利嘅地方就係佢內置嘅蒸汽洗滌功能。洗衫前，滾筒底部都會先釋放蒸汽做預洗，去除衫上面嘅頑固污漬同埋污垢。透過高溫蒸汽滲入衣物嘅纖維，有效減少致敏源、細菌同埋真菌，仲可以減少衣物皺摺。洗完出嚟嘅衫自然更乾淨、更放心啦。佢配備變頻摩打，脫水轉速高達每分鐘1400轉，洗衫過程寧靜、穩定又徹底。8公斤嘅實用容量，一家大細嘅日常衣物，甚至係換季嘅床單、被鋪都絕對應付得嚟，真正做到全方位呵護你每一件心愛嘅衣物。睇完以上嘅王牌家電，係咪好想即刻升級屋企嘅電器呢？最後同大家帶嚟一個絕對唔可以錯過嘅終極好消息，由即日起至7月2號，表演鋪為你呈現涼爽夏日，由日立開始限時大放送，冷氣、雪櫃、洗衣機同埋各款生活家電全場精選低至42折。